台语，台语是阮的囡仔团对细汉到即马已经熟悉几落10冬啊。较早因为无了解，台语互人看无目地，讲伊怂，佮水准低，甚至规定伫学校的时阵袂使甲伊做伙。人讲3年一轮，好歹照轮。几十年经过，即马时势已经无共啊。愈来愈侪人介意和台语交陪，甚至甲台语编入课本写入册。其实台语的声韵真好听，爬的声调亲像咧唱歌，歌声美丽感情满，真侪人爱听。爱拼才会赢，街头唱甲合尾，鼓励人做人爱拍拼，落予声甲伊出名，笑尽时势的遗憾，甲对阿母思念的心情。山顶的乌狗兄，毋知卖倒偌济少女的心肝。台语嘛是一个文学家，智慧好，佮学文饱，俗语念来趣味佮袂喙干，着连骂人的话，有时阵嘛亲像艺术家，有人生气一百火，有人感觉真笑亏，当局者迷。台语朴实佮亲切，虽然过去因为毋捌伊，毋知要安怎甲伊盘烂，即马有字典通查，袂阁花洒洒。若要交陪免歹势，无赌羊，无抬价，一杯茶等你来坐。